如果600零萬買2房冇乜特別，600零萬買3房冇驚喜，600幾萬買4房嘅絕對犀利。呢個下環街新嘅電梯樓1043尺，我哋先睇啲房先。咁入到嚟呢邊啦，先睇主人房。主人房空間600零萬4房可以做到呢個 size 係絕對犀利。望一望個廁所，套間嗰邊係有窗嘅。呢一邊呢啲倒頂櫃全部做晒俾你，包括你係後邊鏡頭呢度，仲有一欄櫃。咁望一望啦，呢邊有間小童房，經過呢邊呢個客廁非常之大，亦都有窗。嚟到客廳嘅位置，善用飄窗嘅位置，攞多啲空間，坐多3、4人都冇問題。咁見到呢邊開放式廚房，拼一張6人座嘅餐台。開放式廚房我哋有2隻窗，2個方位。第3間房喺邊咧？就喺呢邊啦。呢間房會相對大些少。坦白講，呢個尺數做到4房非常之犀利。咁我哋第4間房就係工人房啦，相對細少少嘅。但係我哋同樣都備咗部冷氣佢。咁鏡頭前嘅你對於呢個1043尺4房600零萬有興趣，下環街電梯樓喺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順成雅瑞 A 單位，再見。